上百万维吾尔人被中国当局关进集中营，许多海外维吾尔人因此与家人失联。现居土耳其的贾乌兰希尔梅媒体近2年多方打听母亲的消息。贾乌兰希尔梅媒体来自伊犁的霍城县，父母都是当地的公务员，弟弟上大学毕业后也在霍城县当地就职。他自2011年起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担任导游，专门带中国旅游团参观当地景点。自2011年到土耳其念大学后，他每年寒暑假都会回东突厥斯坦探望家人。然而，从2018年1月起，他与家人失联后，便不敢再回中国。贾乌兰希尔梅媒体告诉德国之声，他最后一次与父母用微信通话是2018年1月11日，但2天后，他便发现母亲把他从微信删除，弟弟跟其他亲友也在接下来几天将他从微信删除。他猜测大部分亲友这么做的原因是被下令与国外的家人断绝联系，所以他下定决心要静静等待家人再次与他联系。但1年过后，由于他的家人仍未用微信重新与他联系，他开始试图透过当地的友人打探家人的消息。直到2019年12月，他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与弟弟都在2018年初被中国政府送进再教育营，而他爸爸与弟弟在2019年12月被释放，妈妈则是被当地政府以不明的罪名判刑5年。希尔梅媒体向德国之声表示，他认为母亲是因为2013年曾随着当地政府核准的旅游团至土耳其旅游1周，并到伊斯坦布尔探望当时仍在读书的他。今年2月，德国之声与多家国际媒体所独家获得的机密文件中，许多维吾尔人因至26个敏感国家旅游而被关进在教育营或被判刑，而土耳其便是其中一个敏感国家。东突厥斯坦武汉病毒确诊病例数增至235例。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东突厥斯坦罕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例，均为乌鲁木齐。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其中乌鲁木齐11例，昌吉2例。现有确诊病例235例，危重症3例，重病13例，奇卡什1例，兵团1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65例，尚有880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维吾尔团体担心这种病毒会影响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中的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宣布，美国将从德国撤军约11900人，并将部分撤军重新部署到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北约国家。埃斯珀表示，此次撤出德国的大约6400名军人将返回美国，其他约5600名军人将转移到其他北约国家，未来则可能部署到波兰。在完成部分撤军后，驻德美军将仅剩下24000人，不排除继续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这次重新部署兵力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加强与北约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军欧洲司令部也将撤出德国，从德国斯图加特迁往比利时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在蒙斯。美国各地民众广泛收到来路不明的种子包裹，疑似寄自中国。当局督促民众切勿种植，因为可能对农作物和牲畜造成危害的侵入性物种。事件也引起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关注。当局警告民众切勿种植来路不明的种子，也不要打开包装或者随意弃置垃圾桶，否则若种子属于入侵物种，可能对生态环境与牲畜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根据民众以及美国当局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图片，这些包裹通常有白色塑料袋或者黄色信封袋包装，标签上以中文写着中国邮政，并以中文标注内容物为项链、玩具、耳塞等。因卷入国家基金贪腐丑案受到起诉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普拉扎克被判有罪。首都吉林坡的法官宣布，检察院正式对纳吉普的所有指控罪名成立，判处他12年有期徒刑。
纳吉普被控在2019年至2018年担任总理期间，从国有 EMDB 基金贪污挪用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有约840万欧元的资金用于购买私人豪华住宅和艺术品。成立这一基金的初衷是要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地区金融中心，通过各类全球合作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发展马来西亚经济。针对纳吉普总共有3项诉讼，目前为第一诉讼，对其指控包括滥用职权和洗钱。纳吉普坚决驳回了所有指控。